啊，像我安尼缘投啊，啊，佫教哦，啊，啥物拢会晓安尼。啊，你感觉吼，我是会坐说飞哥的位哈？哦，啊，伊平时拢无爱管我啊，啊，我会感觉是伊的损失咯。啊，你感觉咧？啊，我感觉吼，伊有影是哦，就我是足侪物件拢会晓啊，啊，伊就无爱管我安尼。喂，啊，你有啥物代志啊？无伫厝啊？你安尼乱乱讲话，讲啥物543？无啊，我改讲啊。你改啊？你改讲话？我明白嘛对吼。你明白无啊？啊，你甲你讲个你明白，你笑呢哈？对啊，那伊就是明白啊。下捌子因呢请你啉，你不去来咱你慢慢啉。拜拜，拜拜。你莫甲说。安怎？我咧，你哦，你要爱吼？我唔免食免啉哦。哈？你搁着食搁着啉啊？对啊。你安尼搞，你安尼强，你食好看就好咯。吼，我无伫厝吼，甲人讲我排位吼真正侪吼，讲啥物爱代替我的位啦，爱治我的位啦。吼，你实在是吼，鸟无伫厝吼，老鼠就会翘脚。啊？鸟无伫厝，老鼠就会翘脚吼。即是讲鸟无伫厝内时阵呢，老鼠啊就会乌白来。即是讲咧，迄款爸母啊、主管啊无对的时阵吼，咱囡仔下属咧就会乱来啦。其实啦，你搁是这个啊，老鼠食油啊。老鼠是食油。老鼠食油啊？是啥物啊？老鼠食。哦，应该是安尼写咧，像老鼠哦，啊你看咧。你啊，你有影你的面无像老鼠，不过你的面像山猪。但是吼，你的个性哦，有影是像老鼠。啊，个性像老鼠是安怎讲啊？我的意思就是讲哦，这个老鼠食油哦，目睭金。老鼠食油目睭金咧，其实啊是学了一个人吼，讲伊反应咧够紧，讲这个人吼够聪明。哇，飞哥，你真是安尼想的哦。哇，你真爽哦，真欢喜哦。啊，我是安那甲你报答啦。我想，好，从即马开始哦，我就乖乖听你话。啊，你叫我做啥，我就做啥。哦，你永远就甲你对调啦。好，好不好？安尼人学了规矩，你永远对调我了吼。啊，对啊。真的爱对我吼。哈，你真的听话吼。我会听话啦。可唔过，我是唔系啦。我惊以后啊，这鸟鼠会假报地。对，鸟鼠。